用哎！我在找你，你到哪里去了啊？时辰已到，神清悲堂了。时辰已到，有变了。喂，变什么？新娘子不高兴了，有毛病了。有病？哎呀，他生什么病啊？生肝病哦，来一酒喽。哎呀娘！啊，我要是大喜子被人家听到要笑的。肝病你不晓啊？那他认你，搿你不高兴叫他哎！洗一洗神清悲堂。干么洗一洗，还天天洗要等你拉出来。哎呀娘，不要胡说八道。你有毛病的，没办法哦。那他人到哪里去了？我已经修书一封，保了一只退回娘家。你是什么？不退哎！哎呀！干嘛？啊！听出你来气气，娘，你为何家新娘一封休书退娘回？喜小姐娘最开心。我不要，有道是人啊，毛就不干的。他是非和喜。叫新郎新娘珍珠神，小奶姑娘最开心。我话是苏家新娘最为美。新娘子等等我，宝贝哎。叫我老太不咋走人，不平安到用啊学进来。踉踉跄跄往前奔，越跑不散，越是散。何去何从三条新娘子忙走，有人问我为何意？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我不是你的新娘子。不，你不要胡说八道，你不是我的新娘子，你忘了下给家我这。今天是你我大喜之日，神清悲堂，你送给宝龙到哪里去呀？只见你母亲一封信书将我送回娘家，我不是你的新娘子了。母亲真是太鲁莽了。新娘子，我想问你一句话，你嫁的是我母亲，还是嫁进我啊？只要我不休书，你这一辈子都是我的新娘子啊！只不过母亲鲁莽，一时之气一封休书把你推回娘家。我的母亲向你赔过，不是？